较好，还是邓夫诶比较好？喂，彤彤姐姐，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？我没有办法决定宠夫长裤比较好，还是邓夫诶短裤比较好。我觉得长裤很帅气耶。我觉得短裤比较漂亮。我觉得长裤比较帅气。哎呦，我不能决定到底哪一件服比较好看呢？彤彤姐姐，我没有看到什么服啊。不是啦，我说夫是裤子的意思。你问我，我就比较喜欢长的，好看又帅气。问我喜欢短的，比较有朝气哦。而且彤彤姐姐的脚很漂亮，非常适合穿短裤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决定明天就穿短夫还是我比较了解彤彤姐姐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件裤子，夫裤子，夫裤子。这是什么呢？夫，这是一件裤子。这是什么？宠夫长裤，宠夫长裤。这是什么呢？宠夫，这是一件长裤。这是什么？短夫短裤，短夫短裤。这是什么呢？短夫这是一件短裤。漂亮，好棒呢！夫、宠夫、短夫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哟。